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罗西亚将出兵乌克兰，讲已经成功破坏乌克兰83个军事设施，嘛占领控制位于基辅北边的车诺比核电厂。美国宣布要甲包括台湾等国家阻止罗西亚取得半导体技术，当作制裁。总统蔡英文嘛，搁再谴责罗西亚侵害乌克兰的主权。28连假过到5号，实施高薪菜管制，今仔开始天气就较热热，4天的连假大部分的所在拢是好天。昨暗是罗西亚甲乌克兰开战的头一暝哦，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甲第二大城哈尔科夫，有大批民众拢走去地铁站避飞弹。路透社的报道嘛指出讲，这是第2届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国家上严重的战争。因为因岛附近有俄罗斯的军队伫咧集结，还佫听到空袭的声音。公车驾驶奥利克桑德离世晚暗即天，性命要紧，唔敢也无法度去其他的所在。Жена позвонила и сказала, начинаем гасить. Полиция и все военные запросили, чтобы в метро сошлись. 甲伊最近走去地铁尾的，还佫真侪家庭挂着行李、困袋啊、甲饲的猫狗，向上下骹迄层行过去。伫即天早晨的时阵，莫斯科政府兵分3路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并且警告其他国家，任何想要干预的动作，拢会造成前所未有的效果。早期民众就感受到飞过天顶的飞弹，还佫轰炸。Так получилось,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Мы не готовились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бежать отсюда. Никто не верил в то, что эта война прям вот начнется и в то, что будет прям захват Киева. 乌克兰军方讲，伫咧第2大城哈尔科夫附近摧毁4台俄军的坦克，伫咧卢甘斯克拍死50名士兵，伫咧东部拍落6台俄军的战机。不过俄罗斯方面拢否认，亲俄的分裂势力是讲应该2台乌克兰战机拍落来。另外，乌克兰媒体报道讲，伫咧基辅加哈尔科夫的军事指挥中心被导弹射到，俄军伫咧奥德萨还有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利坡登陆，哈尔科夫地铁内边是人挤人，若要找一个所在坐落也真勉强。有人讲地铁内边是上安全的，不过这只是第一暗万尔，就算会当躲过阴暗，不过对地面上的战争也该拍偌久，无人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罗西亚将出兵乌克兰哦，罗西亚国防部昨嘛表示讲，已经成功破坏乌克兰83个军事设施。乌克兰总统嘛证实讲，罗西亚军队已经占领控制车诺比核电厂。乌克兰总统嘛伫推特表示讲，这是对规个欧洲宣战哦。咱今仔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伊嘛是政治学博士，来为咱分析这场战争对国际情势佮台海局势影响。老师你好哦。老师，咱台湾甲乌克兰的时间差哦，大约是6点钟。即马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早起9点外哦。昨罗西亚的政府攻击行动哦，伫暗时传出讲，已经攻击伫基辅北边哦，即车诺比的核电厂，嘛已经控制即个核电厂咯。罗西亚控制即个捌发生重大核灾哦，嘛无咧使用的核电厂，伊的目的是啥物咧？当然，头一个吼，咱大家拢知影战争是足危险的，啊，尤其是这核电厂的伊的污染吼，若是佮传出来的时阵，会对附近的这国家会产生啥物的危害，这是目前吼，大家拢知影，若是发动核子的战争的时阵，这是绝对一个足大的威胁。同时，伊嘛是要甲全世界各国讲。罗西亚伊是有迄款核子的武器，希望各国吼唔好轻举妄动，所以咱看到讲，当然伊这是一个威胁的手段，所以咱爱真细致来应对伊的后一步行动。老师啊，即马看起来哦，这2个国家因的战力其实是真差真侪哦。乌克兰嘛受创真严重咯，传出有上百个百姓死亡咯，真侪民众嘛拢离开乌克兰咯。教授，你安怎来预测下来因会采取啥物攻击的行动？一开始大家拢感觉吼，这罗西亚应该就是针对乌东地区的攻击，但是咱看到即摆为着要互乌克兰会当搁较紧来妥协，所以咱看到讲为北边的迄俄罗斯来进行攻击，也是讲为边啊吼，这来进行攻击的时阵，就是要切断吼是西方国家来对伊的支援，尤其是直接拍入去基辅内底的时阵，等于是对当地民众吼是一种惊吓，所以这是一种不战是要屈人之兵，但是。等倒过来吼，咱嘛看到，即摆有足侪消息在传，啊，透过即个在传的时阵，想要影响到各国去支援、去支持的这种力道，所以咱看到讲，咱要足注意的。
即马吼，美国虽然之前都有派兵去澳洲哦，也毋过美国总统拜登嘛是佮强调讲，因为乌克兰毋是北约的会员国，所以因未派美军到乌克兰哦。北约组织嘛有强调讲，伊嘛未派部队去协助。目前国际上虽然有提出一寡制裁的办法哦，也毋过敢会有效果咧？也是讲其他国家最后嘛有可能会出兵来加入这场战争。咱看到吼，伫明仔透早到台湾时间4点的时阵，联合国要开会，但是即届罗西亚是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所以大家对未来即个谴责的迄款严重程度，其实就是足悲观的。啊，尤其是即摆若是无出兵去来前往即支援即乌克兰的战争的时阵，安尼普丁伊有可能会搁较大的行动来威胁着世界迄款安全，所以咱看到讲，即会有样看样无，啊，煞来会安怎行？其实咱看到就是讲，普丁即摆想要为乌东即个地区吼，会当直接侵入去迄个乌海即个所在，所以咱看到伊若我到入去个乌海的时阵，对等于讲对即罗西亚过去是一个。迄个亚洲国家，伊我都踏入去欧洲的部分，就是爱透过即乌海踏入的所在。所以咱爱看到讲，这是普丁的战略吼，要甲乌克兰吼，甲围做变做一个内陆的国家，等于伊对我要救援的时候嘛无法度，所以对罗西亚的军事行动会有一寡帮助。老师啊，即马足侪人拢在讲哦，今仔日的乌克兰就是咱明仔载的台湾哦。也毋过今仔早起，国防部长彭世宽就有袂讲，即讲的讲法咯是无无知哦。老师，你认为咱台湾甲乌克兰的处境哦，敢有相像的？我想绝对是无共款的吼，尤其是咱台湾吼，甲乌克兰的差别。头一个乌克兰当然伊毋是 NATO 的迄款成员国，啊各国来对乌克兰的局势吼表达着关心甲尊重，但是颠倒过来吼，包括乌克兰危机的时阵，各国有撤军、有演习、有撤侨这个行动，但是咱看咱台湾目前当然中共对台湾吼，不管是 AD 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迄款部分有迄款侵扰，不管是军舰也好，军机射台湾也好，这是拢足大的威胁。但是咱目前咱还阁无看到讲哦，这局势是升悬的迄款场面，所以颠倒过来吼，有一寡假消息伫咱台湾在传吼，比如讲迄个伫乌克兰这危机当中有足侪画面是过去的迄款画面，啊也阁有足侪消息是由中国遐传出来。其实咱看到即届伫中国吼，因是较我手我尾，伊较毋敢有任何动作。但是咱看到伫台湾煞有人做这款比较，其实是无啥适当的迄款比较。所以咱看到咱的政府，咱的蔡英文总统嘛特别召开咱的国安会，要来安定人心吼。然后包括着咱的国防部长嘛出来讲话，这就是要甲咱大家讲，其实台湾甲乌克兰是无共款的，尤其是台湾伫亚洲的局势内底。绝对是吼，即个地缘政治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尤其吼，咱掠当在看的时阵，对台湾的局势吼，咱来看到台湾不管是地缘政治也好，还是民主政治也好，还是咱即摆看到即个科技的发展也好，咱的台积电吼，其实拢是足重要的部分。所以台湾甲乌克兰绝对无共款。今仔个国民党人士讲哦，咱台湾无应该参加制裁罗西亚，咱应该爱来收容这乌克兰的难民。老师，你对即讲的讲法，你看安怎看？是头一个吼，咱台湾并无难民法哈吼，所以咱对于这难民要怎接收，这是无法度来有一个法理的迄款依据。所以咱政府要做代志，一定爱有法。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对。乌克兰这个叫罗西亚入侵的这个行动内底，咱爱看到的是讲，上来是侵略者吼，罗西亚去讲安尼侵略。照理来讲，咱台湾应该是吼，不管是顶头还是下骹啊，民众还是政府，拢应该是也一直来谴责这入侵者的这行为。但是咱看到是讲。过去中共吼透过这威胁也好、统战也好，还是渗透也好，对咱其实有足侪一款威胁伫咱台湾在发生。但是咱即摆看到讲啊，咱即摆台湾敢若甲乌克兰同款，其实这是一种是一款甲咱恐吓的迄种想法，甲迄款做法。所以咱看到的是讲台湾要伫即个部分内底去做一寡迄个部分，尤其是咱即摆咱的迄个行政院长吼，咱嘛讲了，其实美国人嘛伫问台湾。就是讲，恁台湾有家己自我防卫的决心无？这确实上重要的代志，因为你若要我别人来甲咱斗相共吼，人讲吼，这在
厝栽一丛吼，看赢咧挖别人啊，尤其是吼咱台湾的迄个地缘政治的部分，咱若有家己有信心，咱家己有准备的时候，西方国家吼，包括奥库斯、跨的，还是印太经济框架，会当来甲咱合作的时候，这是对咱台湾是更较加分的时阵。老师会讲咱家己种一丛，还赢挖别人啊！其实即马台海局势真紧张，其实有一寡人真烦恼，可是嘛有一寡人讲，其实中国应该是未来发动军事的行动啊。今仔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有强调讲，咱台湾哦，甲乌克兰伫战略位置、地理环境佮经济方面，其实有真侪无共哦。也毋过，院长嘛讲哦，咱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境外势力利用领地作战来破坏台海的和平。老师，你感觉中国会采取什么种的行动啊？总共有2种吼，因为刷来咱3月份看中国要开2会，刷来中国要召开伊的20大，也就是伊的迄款政治的迄款继承的部分。所以对习近平来讲，伊刷来政治继承上介重要，所以对伊来讲绝对袂当有任何迄款意外。所以咱看到讲，虽然敢若讲两方是足紧张的，但是对习近平来讲，伊即摆上重要，但是就是伊要连任的部分。上重要是讲，其实咱看到吼，这足侪中国的专家也好，学者也好，甚至官方也好，因拢一直在讲刷来要统一了后，台湾的要安怎来做一寡安排。但是咱看到讲，其实咱两方内底不管协商也好，对话也好，即摆拢是停止的状况。要安怎讲到啥物统一后的这种安排，所以这是一种在做梦的情形。所以习近平当然有伊的中国梦，但是这中国梦呢，去半暝烧梦的时阵，但是袂当梦到咱台湾。所以咱来讲啊，就讲当然，咱的行政院长有提醒吼，即摆中国有足侪认知的作战，尤其是咱台湾内底吼有足侪内贼的吼，尤其这第5纵队吼，就甲乌东地区这反叛军共款，刷来就是讲咱要爱和平，但是咱也知影，咱要爱和平，这是绝对无任何人会怀疑。但是这个和平要安怎来，绝对毋是规个就当得到的，这一定是爱有咱台湾人家己的意志。台湾的迄款做法，较有法度去保护着中华民国台湾的安全。即摆咱足侪国内的民众哦，伊看到因罗西亚甲乌克兰咧相战哦，其实心拢足惊的啦，有人嘛真烦恼哦。你对即摆心情足紧张的民众哦，老师你讲有啥物提醒还是建议？是，其实吼，咱看到尤其吼，咱知影吼，是战争吼，对任何一个国家也好，对任何一个人民也好，拢是无好的这种反应。但是咱看到吼，其实不管是美国股市吼，还是台湾的股市，其实吼，过去一几工要拍唔拍的时阵，股市不断在崩，尤其一寡不管黄金也好，石油也好，拢在起价。所以咱看到就是讲最近吼，今日美国股市开始反红的时阵，就代表就是讲美国甲欧洲的国家吼，开始有一寡做法，这个做法会当稳定咱的人心的部分，尤其是这做法的部分吼，因为咱知影。普丁吼，即摆会当做的迄款行动，甲军事的策略，拢已经开始，拢已经展完啦。刷来就换西方国家，因为咱看到吼，伫明仔透早台湾4点，安理会若是召开会议吼，因为咱知影过去的轮值主席吼是其他国家，即届是落到罗西亚，伊若是好决即个决议吼，我想就等于是直接踢破面的情形，所以咱爱看到讲明仔凌晨吼，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这是上重要一步。今仔真感谢老师，互咱遮尔详细的分析哦。咱嘛继续来关注这个情形哦。咱即摆来看美国白宫哦，嘛是个宣布讲将对罗西亚经济的制裁，表示讲要甲其他国家来阻止罗西亚取得半导体技术，嘛包括咱台湾哦。今仔早起，咱的总统蔡英文嘛搁再谴责罗西亚侵害乌克兰的主权，嘛宣布讲咱台湾嘛来加入经济制裁的行动。We're also unveiling today an expansive and unprecedented set of export restrictions developed in historically close coordination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ustralia, Japan, Canada, New Zeal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aiwan. 美国白宫日前宣布，俄罗斯用金融甲出口管制经济制裁，其中就提起甲台湾讨论，包括阻止俄罗斯得到先进的半导体甲其他基础技术。台湾政府也正式宣布加入国际制裁行列，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动。我们要严正的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害，以及对于区域和全球和平稳定的迫害。我们期盼各方尽速恢复和平
对话、理性解决争端。而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对于有助于和平解决争议的努力，我们都愿意参与。台湾也会加入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非常严厉的要谴责这种侵略行动，同时我们会以民主国家同步予以制裁。学者专家是讲，台湾甲乌克兰情况无共，即马台湾加入国际经济制裁，颠倒让大家看到台湾的经济重要性。提醒全世界，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同样面临像乌克兰这样子在一个恶霸邻居旁边的处境。那这个地方就是台湾，而台湾因为它在整个全球的不管是经济产业价值上面的一个重要性，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当中，都显得更为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疫情哦，今仔咱国内增加65例境外病例，3例本土病例，有1个人死亡，其中2例本土病例是新北市一对爸仔囝哦，感染源是搁调查。高雄港的港疫疫情哦嘛已经较稳定了，也毋过未来出入港口所有船顶的人员，拢爱有 PCR 也是快筛的证明。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案例有3例。那境外移入的有65例，我们今天有一个死亡的案例，那是60多岁本国籍的男性，具慢性病史，就到他的父亲的父母亲家里面来住，就验到阳性，接着他的父亲也验阳性，感染源还没有办法厘清的所以经过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航港局航港单位来跟我们这边提出时，我们就授权高雄市政府跟航港组的单位试办进港船舶提供 PCR 或快筛的报告。我们把原来提供卫教品200元的措施，本来到2月28号，现在也延长到2022年的3月31号。台湾的防疫嘛，展开经济防疫咯。指挥中心宣布讲，对3月初一开始，翠暗佮大众运输的食食，佮有医疗佮长照机构的防疫，拢要放零哦。有国内医师就表示讲，其实挂翠暗是保护家己，所以就算政策放零哦，民众嘛是会当家己来决定讲，敢要继续挂翠暗。指挥中心宣布，台湾豆豆走向经济防疫，为3月初一开始，包括翠暗佮大众运输食食、医疗佮长照机构拢会有条件开放，连超市佮卖场拢会当办试食。不过，有医师认为讲，变种病毒 Omicron 有伤侪无症状传播的情形。大家虽然无想要挂喙暗，不过也是爱斟酌相关的风险。如果自己有自觉症状，呼吸道的一个，譬如说鼻塞、咳嗽，或者是一些呼吸道不舒服的症状，搭乘大众捷运工具，或者在一些空气不好的地方，需要进出，或是说在一些高风险的，譬如到医院，还是会建议大家还是要戴上口罩从基础的方面去改善以及加强了一个呼吸道的防护，这部分可以减少未来未知病毒或更新突变株的出现下被感染的一个相关风险。医师表示，国内疫情缓和，民众虽然会当放心甲喙暗流落来去餐厅食饭，不过平常时若是甲无带做伙的亲人开港，或者是开放商务人士入境了后，拄到外国人，喙暗要是爱挂好条。而且台湾要是爱注意2大信号，包括港有感染源不明、社区传播明显增加，也佫有外国出现同质化新的变种病毒等等。便若出现这情形，都要真密切，赶紧来处理。若无经济防疫，恐惊是行无远。经济防疫其实还是要看说我们局部地方各县市还是要监看一下确诊数的一个状况。那确诊数如果还是有一个指数上升造成当地医疗负荷不堪的一个状况，其实还是要当心要注意。医师嘛提醒，放零防疫了后，高风险族群的聚会人，可能伫咧泡茶开讲的时阵无细致，佫去互画着。也若5岁至11岁无法度注疫苗的囡仔，嘛有可能伫咧学校等等的场所去互画着。所以，若是要安心甲病毒共存，提高疫苗注射率也是上界重要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开始哦，就是礼拜连假，高速公路表示预告讲交通量可能是普通时的1倍半到2倍哦。放假一定会塞车，国道5号会有高乘载的管制哦。温度方面，今仔开始哦，天气就会较热热咯。时间的连假只有食方面的东北部会落淡薄仔雨，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日头烫像影，北台湾总算好天啊！气象局统计，今年初到2月底特别够雨，
北部东半部日照的时数是70年来上少的，全台湾落雨日是30年来第2济。28连续假期前，各地水汽有较大，明显感受到温度回升。不过也是要注意日夜温差，也甲西半部的透早暗暝会较高雾。对中部、南部的朋友而言呢，连假这几天呢，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那白天的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连假的第一天，也就是星期六呢，北部云量稍微增加，可能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飘雨的状况。那另外东半部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连续假期国道疏运的部分，高速公路局要针对国道5号进行高承载管制。假期前2天，国道5号路南早起6点至12点；假期后2天，国道5号上北下晡2点至暗时9点，拢要坐3个人以上才会当去哩。若是西部国道，预定连假第一天路南的车会较济。那第2天要利用高速公路南下的民众，我们是建议尽量在12点以后出发。然后第2天、第3天要北返的民众啊，高公局是建议，如果您是从南区要往北的话，建议是尽可能在上午9点前就出发。高速公路局预测，即届连假期间交通的车会比平常时啊加1.5倍至2倍。尖峰时段，国道较下路段也是较会塞车。用路人要出发进前，会当先查询路况。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是寒冷以来上强的寒流，又搁一直落雨。中南部菜市的产量是减少袂少哦。惠宁西里果菜市场这几天的成交量就只有700吨，比平时减少100多吨哦。平均的价小一斤嘛，对20块起到26块半，是起2-3成。天气变好，农民无闲采收蔬菜，但受到连日寒流和落雨影响，油菜率侪少有损伤。嘛因为天气冷，蔬菜生长速度慢。连带嘛影响到近期规体的蔬菜供应量。霜落，啊，搁落雨，啊，搁风口，怎么规拢安尼？啊，这干都会当收？这个烂掉不可以的。菜不大，像这一次的寒流，大约差不多40天，青江菜是40天呐。如果你是别的菜的话，可能也要到50天也有。以西里果菜市场来讲，平时每日的蔬菜交易量有809吨，但连日因为寒流和落雨影响。最近近期供应量只有700吨，嘛因为需求增加，菜量减少，平均的菜价每公斤有20块起到26.5块，起价幅度2-3成。从这个礼拜1，就是21号开始就是慢慢的涨到昨天呢，因为没有下雨的昨天只涨了，就是差不多6块半吧。刚好农民种的量没有那么大，又加上天气比较冷那高丽菜生长的比较缓慢，所以最近价格也比较回稳。平均的价格1公斤大概20块左右。高丽菜菜商表示，20过后真侪产进伫我，加上高丽菜收成尾期，农民种植高丽菜少价小才会起价。至于规体菜价，果菜市场就预估，如果天气渐渐回温，菜价就会慢慢来回稳。记者有报道。咱再来看彰化县大城乡有一间饲鸡场去喂着高病原性的禽流感病毒，防疫人员早已经抬掉9000多只的鸡仔，嘛完成消毒。彰化县的动物防疫所是表示，今年因为禽流感已经抬掉11多万只的鸡甲鸭咯。彰化县大城乡一间饲鸡场第2日通报讲有鸡仔熊熊死亡，结果验出是喂着新型 H5N2 亚型的高病原性的禽流感病毒。早防疫人员把鸡仔拢抬掉，嘛进行消毒。彰化县去年通报有4间饲鸡场喂着病毒，抬掉9万多只。也毋过今年到今已经有5间饲鸡场喂着高病原性的禽流感咯，嘛抬掉11万多只咯。彰化县的动物防疫所是表示，因为最近有寒流，天气搁寒搁湿哦，鸡仔搁鸭嘛是拢会真紧张，造成较无抵抗力，搞破病哦。所以呼吁业者着爱做好管理，嘛爱加强消毒。咱再来看台中南屯的华兴托婴中心哦，日台囡仔的事件一直有新的证据甲指控，社会局目前是已经完成3个工作人员的访问，嘛来召开调查委员会。目前市政府处分的名单是还未公布，也毋过教育团体是呼吁讲，市政府应该赶紧将日台儿童的判断标准定出来。台中市南屯的华兴托婴中心，因为防逼出疑似虐待幼婴的新事情，社会局持续咧追查。目前已经访谈3个托育人员，按照依法处分。另外，包括局长、副局长、家防中心主任等等的主管，嘛因为无尽管理的责任自请处分。不过，市府目前也未公布处罚的名单。
现在就是在政风的报告在确认，就是因为政风也在调查嘛，哈，我已经执行处分了，所以就看那个市府那边的，我们就静待他们调查。裴怀真表示，另外针对托婴中心，除了加强调查，嘛建议提悬处罚的标准，强化对家长联络资讯等，透过预防和加强处分的方式，预防类似的事件。会伫调查委员会当中，邀请专家甲学者来讨论。不过教育团体表示，受益个案的调查方式，也是真歹互家长一个完整的了解和交代。发生了儿虐状况，只调查 A， 可是跟 A 孩子在一起的 B、C、D 的孩子完全都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们也从来未收到任何的调查报告。即使要申复，我们都不知道要如何申复，所以会变成是好像是家长想到什么，提问了什么，才发现漏了什么。人本基金会表示，目前的调查方式也是有同步才有调查，因为这款方式无法度全面的了解和追踪。除了应该爱针对类似案件继续追踪以外，嘛应该爱建立明确的判断标准，避免加做封闭式的调查委员会。除了提出相关的处分，安怎预防和追踪，才是家长关心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诈骗集团的头壳是动了真紧哦，随着有人利用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来编故事骗人。桃园一个74岁的查某人，就去银行讲要汇29万，或一个外国的军医哦，加在银行甲警察发现唔对，有甲伊冻落来。最近罗西亚甲乌克兰开战，情势是真紧张，正做国际焦点。有诈骗集团利用新闻的热度编故事来讲诈骗。桃园有一个74岁姓林的负责人，2月份伫人面册熟识一个网友，伊讲伊是美军驻以色列的军医，因为乌克兰拍以色列造成伤亡，伊烦恼伊家己的安全，想要退伍，所以需要一条保证金。现在在以色列了，他是那里面的军医啦，他每天要碰到那些乌克兰的人来杀他的兵士，几乎是天天有人要死啊。他说要我帮忙他。诈骗集团利用国际局势博取被害人同情，要求被害人至银行进行汇款，银行立即通报警方赶至现场了解。这个负责人真当真军医的遭遇，去银行按算要汇29万过去，帮助伊退伍回去处理。警方了解了后，甲这个负责人讲，最近是乌克兰去罗西亚攻击，而且对方提供的口罩是咱国内的口罩，那有可能会当帮助伫以色列的人。已经有其他人受害汇进去报案了，就是这个报案了，你要相信我们，这是诈骗集团。这个姓林的负责人听警方说明了后，也是真烦恼，讲无法度向因朋友来交代，真坚持要甲钱汇过。警方一直查这个口罩了后，发现讲，这个口罩已经红列做是警示的口罩，所有汇入去这个口罩的钱，全部拢会互冻结，证明已经用别个民众互骗去。这个负责人发觉讲，伊真正去互骗大耳，所以买手决定无要汇款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哦，佮最上嘛拢真关心咱台海的局势。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是表示讲，咱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要来掌握局势，嘛要求所有部队的主官袂当同时离开营区，要注意任何的状况哦。有人讲，今仔乌克兰是明仔载的台湾，也毋过邱国正是认为，其实差真侪哦。替副会主义彭世宽是直接批评讲这款话人是无知。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乌克兰甲俄罗斯发生战争，引起国际关心，不过台海也无平静。共军继续了台，攻击伫咧25正日咱西南空域，和空军放送赶走。俄国的冲突也牵动亚太地区的情势。外界关心中共是毋是趁机会对台湾加大军事力量。国防部是讲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关心俄国的情势。像国军他所面对的，我们更注意到了，就对岸会因为俄乌之间的问题产生一个联动这是我们密切注意的。那我们也做好各项的应该有的准备。那特别是我们当然也注意到，对岸也有可能做一些认知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国军提高警觉，除了维持政府的本部，也要求三军各部队的政府主官袂当同时离营，以防止任何突发状况。刘伟辉讲，有特别注意对话有可能会操作认知作战。
面对网络伫咧传讲，今仔日的乌克兰明仔载台湾被解读是领地作战，各国前讲台湾甲乌克兰也是有差。但乌克兰跟台湾毕竟还有点差异的啦啊，不管是地缘啊、地理环境啊，这个也不是完全好就比照了，但有点可以当参考，就得到一个好的结论嘛。自己的国家要靠我们自己来防卫。这些讲话的是无知。有学者警告讲，中国操作俄乌的冲突，批评台湾的国防政策无路线，营造美国袂当倚靠的气氛，想要弱化南方对抗的意志。希望国防部的政战单位结合作战，也个情报单位，用更加开放的态度面对宣传战，公布正确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这场战争嘛影响到全球的股市哦，也毋过昨美国道琼指数虽然一开盘是大落，也毋过最后收盘杀起将近100点哦。咱台湾股市今仔早起一开盘嘛是起，盘中阁起超过900点，也毋过最后是到180点哦。有专家嘛表示讲，目前这场战争哦，阁还未影响到其他国家，对全球的股市应该只是短期的影响尔。俄罗斯乌克兰发生战争，利是台股重盘461点，不过美国股市道琼指数利是升盘后起，带动台股第5夜反攻，开盘起22点，以17617点开出，也阁起上100点，上悬到17737点，不过尾下就跌落，盘中上价来到17554点，尾下阁再反转向上，呈现来回震动的情形。它是采用这种类似像闪电战，如果还是只是局限在乌克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没有到那么强烈。学者自实质经济冲击面来分析，认为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第一个冲击的就是能源、贵金属一个国际原物料，尤其小麦技术影响上大，为通膨的压力增加无确定的因素。俄罗斯加上乌克兰占全世界小麦的40%，我们台湾最近关心的黄小玉的价格也会产生影响。另外，国际油价也因为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来回波动。西地洲原油期货计价盘中上悬到1桶99.88美金，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计价盘中上悬到1桶105美金，创2014年8月以来新高。那目前的95是31.7嘛，哈，那如果到32.5的时候，那中油会吸收涨价的这个50%，那在后续到35块的时候，会吸收涨幅的75%。伊若是不是影响到咱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学者讲，咱国内半导体制成所需要的贵金属加气体有6个月安全库存期，而且也分散风险。会员大部分拢是来自波多黎各、南非、日本，对台湾影响是无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立法院新会期开始，国民党跟民进党拢发动加急动员哦，因为朝野无共识，行政院长苏贞昌等2点外钟才将提出施政报告。立法院嘛要求苏贞昌伫3月7日爱针对日本福岛5关区食品进口，佮有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情势来出专案报告。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第一天，行政院长苏贞昌带各部会首长到立法院施政报告并备询，国民两党党团拢发加急动员，因为朝野无达成共识，苏贞昌一直无法度上台报告，前2点外钟了后，总算达成协议。3月1日星期2上午9点继续开会，进行报告事项及行政院院长提出有关日本福岛及周边食品输入管制措施及我国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关事项之专案报告，并被质询。现在休息。就伫休息区宣布休困了后，国民党立委提票议进入议场，重新立场。不管行政院趁立法院休会期间开放日本福岛5关区的食品进口，要求苏贞昌进行专案报告。另外，针对俄罗斯甲乌克兰冲突，提出两国的因应办法。国民党要求礼拜2就这个2个重大事件要提专案报告。我们也谦卑地接受在野党监督，我们如果有什么做得还不够好的地方，也会谦卑地接受指教。
开议第一天，苏清昌无法度顺利上台，调野协商了后决定，国民党同意苏清昌率领内阁团队，伫3月7日提出有关日本福岛食品输入管制的做法，也甲咱国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专案报告并被质询。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健保会今年未起卫生福利部的全民健保会今仔开会要来讨论5大配套，会来讨论药品甲检查检验部分负担要起阁有长期住伫外国民众健保的问题。医界团体嘛要求讲，卫生福利部家己应该爱先提出分析报告甲配套办法，无应该一直想要对民众的力地啉钱。有一寡民众不管大病小病，拢会去大病院挂急诊，造成急诊室人伤济。为了解决急诊室伤塌这个问题，卫福部健保署打算调整急诊部分负担。未来若是轻症走医学中心，急诊的部分负担为即卖的550调悬到800。不过，医界团体是批评健保署应该爱先提出分析数据甲配套，而且基层诊所假日大部分拢无开，无应该甲民众当作提款机。对哪一些民众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好，那这样的一个冲击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配套？好，如果没有的话，在医改会看来，这个就是雨天收伞，这个就是把民众当提款机。另外，即摆民众完成处方签免部分负担，未来可能改做医学中心甲区域病院第2届领药了后，爱开始收部分负担。地区病院诊所甲社区药局领药维持免收。对这个代志，各方的看法不同。你又鼓励重症的人要往大医院去，你现在却在比区域医院以上高医学中心的要加重药品的部分负担，这个完全让人家匪夷所思。这是标准的是增加比较重症病人的这个负担。譬如说他在台大拿药，在北荣拿药，社区药局的药师还可以把它们整理出来，譬如说有重复用药、交互作用的药。让民众用药上得到更大的保障。因应健保费率今年无调整，也是维持5.17%。卫福部要提出5大配套做法，其中以药品检查检验部分负担调悬，也是带外国的国人就医方案和停保制度，调升投保金额，才会享受各界注意。未来会让民众就医支出增加偌济，会当投入偌济健保收入等，让犹太25礼拜5健保会开会讨论了后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赖品妤的爸爸赖景玲，互检调发现讲，伊过去的管理一间公司有内线交易的情形，早嘛约达莫，事后是30万交保。是不是要澄清一下？表情真严肃，自头到尾拢无讲话。民进党前立委赖景玲对地检署行在时阵速度真紧，因为涉嫌内线交易和检调约谈，事后30万交保。下边新闻是因为检方发现。赖景玲伫咧几6年前担任适航科技经理人的时阵，甲迄当阵的总经理特助等人，知影公司一项俄罗斯缴场交易的利空的消息，涉嫌伫咧重大信息公布进前禁止交易的期间，提前未果骗损。赖景玲伊捌做过立委，也有劳委会副主委，也是现任新劳国际加分霸另外的董事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104年跟105年的中间。那其实当时其云豹能源并没有成立，那我们也不知悉此事。其实，在任云豹董事长的时候，其实赖董事长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职务，所以其实对公司是完全不造成任何的影响的。分霸人员强调，对公司财务的营运无影响。适航科技是发重大信息表示，已经配合检调。提供必要的资料查核，因那检方也甲专案依照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的罪嫌侦办。验过赖景玲的查某囝，现任的领养立委赖品妤，伫知影老爸涉及到内线交易的时阵，到即马拢也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礼拜事件75周年哦。今仔礼拜受难者的家属各民间团体开记者会，因要求政府爱全面来平反政治受难者的罪名，嘛应该全面来移除蒋介石的动向。
古来为228受难者家属伫228进前召开记者会，邀民间团体做伙来声援，因向立法院长杨锡坤当面交电证书。受害者家属提出具体诉求，要求政府着要替政治受难者洗清冤屈，是因为受难者家属得到平反书，也摕到补偿金啊。不过，等到各县市的户政单位，受害者的户口记录也是无修改，依次完状，顶头写着因为叛乱等罪名却互枪杀，互家属是感觉真痛心。诉求讲，中央政府应该统领全国各县市政府主动地对于这个政治受难者家属的户籍资料该注销不法的罪名的记录，像讲枪决啦，像讲参加叛乱组织枪毙啦。家属提出的诉求也包含违反上阵的蒋介石当上就要赶紧甲刷走，落实转型正义。特别是促转会伫今年5月就期末无要再延任，烦恼转型正义就因为安尼来动点。中正纪念堂的那个铜像依然还是存在，甚至有人在歌颂、在褒扬蒋介石，还有他的儿子蒋经国很伟大，对台湾有贡献。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对这些加害者做怎么样的处理，没有落实转型正义。228事件发生到今已经过75年啊，当初5岁囡仔到今已经是80岁老大人，真侪政治受难者的家属也渐渐伫咧无去，因期待家属推动转型正义，公开228事件，也个白色恐怖真相，追究加害者责任，卖互政治受难者的正义一直等无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小战的影响，国际油价嘛已经创7年半来升悬。美国总统拜登嘛宣布要冻结罗西亚银行甲重要人士的资产哦。罗西亚的股市昨一开盘就落一半，罗西亚的钱怎么换美金嘛是历史新低哦。莫斯科当局就宣布讲，国内所有的金融市场暂停交易。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全球股市规个大落。美国股市礼拜四开盘了后，四大指数全面拢落，道琼工业指数落超过800点，也不过尾盘有悬起将近100点。美国总统拜登是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侵略者，宣示冻结俄罗斯真侪间银行伫美国的资产甲出口管制，并冻结真侪位俄罗斯重要的人士甲因的家属资产。And today, we're also blocking 4 more major banks. That means every asset they have in America will be frozen. This includes VTB, the second largest bank in Russia, which has $250 billion in assets. 不过，专家警告，普京早就做好准备，就算国际制裁会让俄罗斯小可感觉会痛，不过因也是有能力持续军事入侵。俄罗斯货币卢布换美金，礼拜四落到历史的新低。俄罗斯股市是开盘到规个房甲阳灯，俄罗斯指数捌落破50%。不过普京伫会见俄罗斯商业代表时阵讲，俄罗斯无想要伤害世界经济。Россия остается частью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настолько, насколько она остается этой частью. 普京坚持用武力对付乌克兰，面对全球各国经济制裁，虽然专家是讲中国目前看来甲普京徛同边，不过长远来看，普京也是会输。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来关心香港的前个军价，暂时增加8798例哦，有50人死亡。香港昨嘛开始实施疫苗通行证的出入管制哦，望讲会当来控制疫情。摕手机内的疫苗通行证 QR code 扫通过，再当进入餐厅用餐。香港24头一天开始实施疫苗通行证，民众要进入餐厅用餐甲健身房运动，拢爱用安心出行的实联制条码，佮爱显手机内的疫苗通行证。即係疫苗通行證，因為我之前我自己有本身有打疫苗啦，咁其實我都係簡單加翻落去嗰個 app 度嘅啫，咁啊對我其實冇乜影響，我都做緊嘅有啲嘢。What bothers me it's more the zero COVID policy that I don't. I think we should live with the COVID, and actually that's what'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now. 依只规定，宗教场所、商场、百货公司、超市等，拢列入表列的处所。虽然唔免主动提出证明，不过也是爱随身查，方便检查。
選唔選擇去用呢樣嘢係，我覺得係一個自由嚟㗎嘛，你唔可以逼人哋用。咁同埋 even 就算我唔打疫苗，其實我都應該可以去食嘢咯。咁所以我一定會係揀翻外賣咯。而家呢排都係外賣多㗎啦，少咗人，因為都唔想聚集啫嘛。其實通唔通行證，我諗而家真係未必係呢個問題住，因為疫情咁嚴峻嘅話，大家都唔想黐埋一齊咯。這個措施也適用所有學校，不過學生囡仔無佇個限制範圍，只是香港24時通報新增加8798例，佫創下2年多以來的新高，死亡50例，同款創紀錄。死亡案例當中，敢若6個人已經注過2劑疫苗，2個人敢若注過1劑疫苗，另外42個人唔捌注過疫苗。公視新聞田偉仁編譯。過來新聞，咱來看今仔早起，迄市場附近的民眾甲歡喜的團體開記者會，指出講，當初為着迄市場原料企業碼頭造成海邊的沙攏流到深海內底，這嘛造成沙坡地是愈來愈細，所以呼籲行政應該趕緊來成立專案小組，把這個碼頭拆掉。在2月12日，才去獲量沙坡礐翕的200多張的相片，收獲獲量驗了沙坡礐超過1架子的阿英姐甲當地居民。也有歡喜團體，要讓外界看到獲量沙坡礐即馬流失的情形。外面這一些這麼長，我們以前手要到沙灘要去下水的時候，那個腳必須要被那個細尖沙燙得呱呱叫。現在都不用，下去就到海邊了。即馬沙愈來愈少，規個看起毋是糞掃，就是石頭。佇在地人基地內底，迄個金色的沙坡礐已經無看。因認為講上大原因就是熟悉東京碼頭的土地效應。夏天的風向把這些沙推到澳底方向呢，但是中建碼頭把它因為突堤效應，把這些沙都打到深海處了。現在的沙就是後來挖過來或補的。阿勇姐啊等人過去幾啊年捌真濟解表達相關的論點，因為台電是駁回講，迄個所在的沙是屬於河沙，毋是海沙，並無發現明顯的土地效應。也若沙坡礐沙會流失主要原因，是因為雙溪河的河沙減少。毋過，拆核市促進會指出，去年底核市丁胖的公道無過關，至少毋通可以上轉為理由白拆。內部還正在收集今天開會的一些資料，還沒有收集齊全，可不可以晚一點？我現在還沒有辦法立刻回應。楊牧會強調講，政府至少愛遵守公道的結果，呼籲行政院應該成立專案小組。甲東京碼頭拆除，接續因賣去行政院陳情，去交通部閣再溝通。記者綜合報道。環保署統計咱台灣一檔塑膠管的回收量是有3棟101大樓遐尼懸哦。咱來看佇台北網教一名少年人，因甲做環保鞋的品牌合作，甲這個塑膠管閣再利用。公視台記台青春咱來網佇禮拜六暗時7點半，特別帶觀眾朋友來看這名少年人是安怎來落實因的環保理念。台灣每一個所在，攏有一群人總是頭犁犁念點仔做，因是資源回收產業內底上短暫的勞動者，也定互看輕。台北市網家 NPO 團體5角半用市場3倍計數減收塑膠管仔，希望回收者的勞動付出會當有合理的回報。可能規工位透早可能6點啊。做工課做到下暗，可能是10點、11點啊。伊可能一個月的收入可能就5000塊。啊，阮就發現講，這項代志真正非常的無正常的。5角半和環保為品牌合作，把收回來管仔用來作為，除了通互資源循環利用，產品的收入，佫會當繼續支持團隊做公益。這是一場台灣認真理的環保行動。一邊可以賺錢，一邊可以回饋社會。那在南邦港的現場，也需要他們去照顧好這些回收的場域啦，或者是拾荒者。所以在這裡面，咱就是互相學習。不過回收者定因為徛個條件影響到環境和檢舉，一個個辛辛苦苦賺來錢，就該去立罰單。為着讓民眾了解因的人生故事，5角半逐個個攏會辦體驗活動。做一個組織，也是辦起來活動，就是想講，可以家己感覺講。我做這個工作是有尊嚴的，是好的，啊，袂使擱安尼看家己無安尼。最回收者會來做這份工作，定攏是不得已。不過因和大家攏同款，攏是用雙手來拼家己的生活。5角半希望會當透過因的行動，幫助這回收者，嘛希望通帶來一寡改變。
记者吕尚如、林建如台北报道。来看昨暗伫高雄的台湾灯会，无人机的表演出错是真闹气哦。调查是发现讲有人故意影响无人机的信号，嘛已经报案咯，要求警察局甲电信警察爱调查。甲头家管管，等的就是要看无人机。24号暗时，台湾灯会这场无人机展演，还佫会放烟火，吸引将近800民众到现场观赏。毋过到各国国旗的时阵，一部分的区域出现状况，了后所有灯要登现的图形，拢无法度完整来出现。民众好奇看到空中无正形的戴资颖，问讲是发生啥物代志啊？12分钟的演出，戴资颖的跳纱无法度出现，可爱的虎伫空中讲新年快乐嘛无去，地球嘛一空一气，无法度出现原本的样貌。市府清早发现是互人为的信号干扰。Intel 专业的团队也确认到说有在不同频段的采取的干扰那这个是有人刻意的干扰。所以我们也请电信警察能够全面的来协助。市府伫半暝2点，佮重新来展演，这个状态是正常的。确认伫24号暗时演出是互故意干扰，已经报警，请当地的警察局佮电信警察来调查。毋过也毋知影源头是为倒来，因为到2月28号佮有3场的演出，嘛有市府是非常的紧张。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英国研究人员伫苏格兰发现侏罗纪时期体型上悬食量的化石，推算讲应该是活伫1亿7000万当前。嘴尖尖、喙齿正大、尾流长长，伫咧天顶飞的动物，就是根据苏格兰上新奥赛化石所画出来一种的模样。爱丁堡大学的古生物学家研究人员，2017年伫咧苏格兰天空岛的海花研究平台顶，发现一个大型爬行动物喙骨头的化石，尾啊，搁找到完整的骨头的化石标本，是活伫咧1.7亿年前的侏罗纪世纪体型上大一种的新物种。They're close related to dinosaurs, but they're not dinosaurs. They share the same common ancestor. Somewhere in Jurassic, there was a special lizard called Lagarapid, and we think that was a common relative between dinosaurs and pterosaurs. 伊量甲其他会当飞的动物共款，为了要对抗地心引力，身体就较轻嘞，所以演化出抗心的骨头加正背的骨壁，也互因的骨头正脆。正歹变做完整的化石标本，即便运气正好找到完整的一两个化石。也毋过学的时阵，海水一直拍，真辛苦。We had to battle the tides to collect it. We almost lost the fossil. We had to let it go, to let the tide lap over it, and we had to worry for several hours, come back nearly at midnight to collect it, and thankfully it was still there. 科学家讲，这种翼量是固若天气差不多2公尺半到3公尺，主要生活伫咧亚热带地区的内海附近，掠一般鱼甲流鱼食，甲迄当阵食肉甲食草的恐龙共同生活。因进化的年代也比科学家原本所认知的早几落千万年。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